没想到醋罐子今天一反常态，居然让宫女去吹皇上的枕边风。而皇上对洗手盆里的香味产生了好奇，宫女闻言立刻解释里面放了洗手液。她说这是娘娘亲手调制的护肤品，就是希望皇上每次洗得干干净净，用膳才会吃得舒舒服服。从前竟不知道懂得这些。娘娘用东西仔细，奴婢都是留心着拣选着替娘娘试用。朕记得你叫宋芝。果然，宫女打开了皇上的心门。经过一夜缠绵后，宫女从打工妹的身份直接华丽转身，变成了一个有正式编制的上进青年。难得皇上这么给你脸面，想必皇上一定很喜欢你。此刻，宋芝吓得立马下跪。并将对方的家眷全部接到皇宫软禁，然后群臣联名上书罗列年羹尧的罪证。在周全的部署之下，皇上有惊无险取得了最后胜利。另一边，当甄嬛看远处驶来的小船时，她不知道皇宫到底是谁赢谁输，于是甄嬛拿着匕首随时保护自己。等她看清是自己人的时候，她才如释重负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，大将军被革了川陕总督的职位了。眼看华妃倒台，甄嬛又来了个超级加倍，她立刻让曹贵人检举华妃的种种罪行，而华妃见她吃里扒外，竟直接踢向了她。贱人，华妃，你做什么？进人宫岂容你放肆？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，还差这一回。贱人，贱人，你竟敢出卖本宫！